非常特別嘅招咩咧？我覺得可以做到比賽嘅主題非常之開心。我哋今日都會有遊戲同大家一齊玩嘅，大家期待下啦。係啦，冇錯，其實今日好多中場有我哋互動時間俾大家。嗱，首先不如我哋教第一個如何幫金牛隊做防守咧？咁我哋咧就會講 defense，然後大家一定要跟我拍兩下手。我哋一齊嚟 defense，然後拍兩下手啦，預備 defense。嗱，非常之好，咁啊接住落嚟點樣幫香港金牛打氣啊？嗱，我哋會嗌 Let's Go Bulls，然後大家就拍3拍手嘅。好啦，預備啦喎 ，Let's go Bulls！Let's go Bulls！Let's go Bulls！嗱，做得非常之好。嗱，我哋嚟一個拍4下手嘅，我哋嗌香港金牛，大家一齊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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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！香港金牛，香港金牛，香港金牛。不過其實我覺得咧，我哋香港金牛嘅球迷咧，真係非常之熱情啊！嗱，入到場，我嗌香港，你哋嗌金牛，香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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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嗱，非常感謝我哋現場觀眾。嗱，稍後時間咧，記住啊，我哋有呢個時候咧，需要現場嘅球迷俾多啲吶喊聲同埋歡呼聲，尤其是黑隊射罰球嘅時候，大家知道點做啦。再一次多謝我哋兩位啦啦隊成員加入同埋建交，稍後時間再同大家互動。Thank you。